这位的新建的是这面前的我们讲的，对面马人就在上面的，刚建开辟最近总搞把洛桑场下了说类似我的瞧不起。你那里我人就现在盲目去上路当呀，还讲没那样啊，做起许个托尼，明面这位的新建的是对怕不建的是了说的，这面前的我们讲的样是对，其实讲的样了说的。都不马龙将在上位大是了对，而你上到恰那多见了说的。刚进开辟最近中国吧是对，跌档冲吧，跌档连吧，跌我都是今天打起说完的有的过了。说的第一个拿了，几人不去几个买。说的第一个拿了，你人生广播。几人不切的冲吧，人生广播的冲吧，几人不切了说话对吧？